台北市长陈水扁今天到市政府的各办公室来突击检查上班的人数，结果他发现到不少的员工还在休假，而此外有一些单位的员工呢已经签到了，可是缺席人数高达1/3，让陈水扁非常的不满。台北市长陈水扁抽查市府员工出勤状况的突击行动，令市府上下一下子充满紧张的气氛。检查的第一站是建管处使用管理科，看到许多位子都是空着的，陈水扁每个都不放过，一一点名。这到哪里去了？今天还没有来。有没有人？对，所以连名牌都没有，是不是要浑水摸鱼说这个我不晓得说这边有人呢？还有上面有看狗啊，才知道说这上面有人呢，啊。接下来到了施工科，请假或翘班人数高达1/3，陈水扁认为问题严重。几个股长？3个股长请假，3个股长，2个股长请假。我来一个一个点。来，请大家都坐好哈，大家看一下，你说看是不是非我共和，我是立我共和？好，你自己讲，没有请假的几个来，你自己讲，我都不会点。至于建设局则被陈水扁点出，平常的请假率就高达50%。陈水扁像一阵旋风，突然出现在各办公室，员工们看到老板来了，都赶快跑回位子上坐好。科长们则忙着解释员工不在的原因。不过陈水扁毫不放松，请假的要看假单，外出洽公的则要看差勤记录表。他的严厉让办公室里的气氛一时变得凝重，而他对员工们的要求能不能提高市府的办事效率，值得观察。